干嘛啊？少爷，你怎么来了？这是我姐的高光时刻，我怎么能错过啊？可是我这单身的日子还没过够呢。只要画画答应与我成婚，时间由画画来定。我要是想一辈子单身呢？那画画可否让荣某一辈子陪在画画身边？那这样是不是太为难伯爷了？怎么会？只要能同画画在一起，荣某开心还来不及，又怎会为难？那伯爷能不能告诉我，你是何时开始心仪于我的？我还挺好奇的。这都答不上来，还想娶我？画画误会了，我在想，一开始应是秋猎之时，就是在草丛里占我便宜那次。哦，不是，我的意思是我喝醉酒以后与你一同射箭之时。但我又仔细想了想，应该是滑冰之时，荣某便对画画清晰而不自知。原来那么早你就应认我啦，怪不得你3番2次帮我们搬家。是。而后，我与师叔师婶以及世子相处融洽，让我感受到了久违的家的温暖。荣某心中便知，此生除了画画，再无良配。想不到这荣伯爷平时看起来斯斯文文的，说起情话来还一套一套的。这读书人就是不一样啊！就是，我看我姐在伯爷府上住的那几天，说不定早就毁了伯爷的清白。哦，没有。伯爷，我问你，如果以后搬家大难临头了，你当如何？荣某定当挺身而出，保护半家上下。那倘若画画不幸死了，伯爷又当如何？荣某依旧会保护好半家上下，并将画画惦记在心上，生生世世。伯爷呀，你还真是傻的可以。画画，你何出此言？倘若你死了，我一定会再嫁的。不过，看在你这么傻的份上，我暂且答应你吧。怎么了你？不是说答应你了吗？太好了，画画。我方才还以为画画要拒绝我呢，差点喘不过气来。你这么真心相待，我怎么好意思拒绝你啊？果然，读书人都是傻的。杜九，把我备好的铜线结拿来。公子，马上来！快！姐夫，我们是来帮你助阵的。带上。我帮你。画画，愿我俩永结同心，白首不分离。伯爷放心，我们永远不会分开的。在里面也无法相吻相依，上月光，连理着心房。